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今年是台南400宝可梦 Go 特别推出30条官方路线，提供玩家掠宝。3月9号、10号，还将有新的角色在台南限定推出。我们宝可梦2只超级宝贝也就是这个坐骑小羊跟爆炸水牛将会在台南出现，欢迎各地的宝迷们一起来台南抓宝。其实行销台南观光，我们一直做得很好，但好还要更好，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次规划为安平、中西区到北门町郊区，总共2摆景点，串联港滨、上海、文街路线、登山、上生态等等。每一条路线1.2公里，大约1点半钟到2点半钟就会当完成。那我想透过这种实境的这个旅游，跟玩家互动。然后能够走访台南的各景点、尝美食才是跟官方合作的重要的这个想法。为着要吸引更多人参与，市府观光旅游局也特价提供500份鱼头菌吊饰，只要会当完成30条台南观光路线，就会当免费领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龙年到来，主事玉皇上帝台湾手庙天坛将会为大年初1到初9举办玉皇上帝祝寿甲祈安消灾法会。
今年配合台南400，庙方特别推出站固灯的服务，向前祈求光明甲希望。因为我们就是台南400嘛，好，所以我们有推出战鼓灯，代表着光明与希望。那我们的战鼓灯呢，有限量哦，有1200盏。除了站固灯，手庙天坛伫过年期间，有汽车平安桥以及发送开运红包的活动。像我们的平安桥是除夕夜就有了哦，那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开运红包的发放。开运红包我们每一年都是在子时的时候，我们发1000份。全台开基清水祖师四坤星龙山寺，伫29暝主时也会举行团拜典礼。伫典礼过后，也由主委吴志祥以及贵宾做伙发送开运红包。30日的暗时，就11点15分哦，阮有开庙门，开庙门为阮党的发红包安尼啦吼。四坤星龙山寺自29暝开始，一直到正月初6，有安排过汽车平安桥以及2桥卡的活动，互信众求平安。30暝开始到咱正月初6咱庙方咱有迄个汽车桥，甲着咱2祖师公的桥卡。今年的祖师公的桥卡，阮特别的有来改进咱宽度有89公分以上的，宽有4尺，所以老人行动无方便的，拢毋免搁压甲足落去，有说行轮椅来的，嘛会当直接接甲轮椅好行过，安尼互咱祖师公为伊来保平安。正月初6也是清水祖师佛诞的日子。四坤星龙山寺伫正月初1到初6，有规划清水祖师50万转运金盘杯比赛，互信众报名参加。伫过年期间，府城各大庙宇拢有精彩丰富活动规划，非常适合个人朋友做伙来到台南行村拜拜求好运。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有力议员林美的媒合诚信企业，关进经销人员年菜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过去有力原理出身的粉叶金属公司的杜明正爸仔囝，连续5档慷慨解囊，关进超过2000外份的年菜。今年则是由美德兴国际公司因为事业发展回馈乡里，今年总共关进600份的年菜。希望带动更多诚信企业共同来响应。每一年我们都会就像过年前都站在这边，那我们都很多企业会就是关心也同时感谢我们就是警义消警官这边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为咱台南市所就是守护着台南市，让咱台南市民在这个生活，在这台南市这所在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当然啦在过年过节你们更加的辛苦，所以你要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又不能回家。又不能回家过年过节，那你必须要一样守护着我们台南市。所以咱们我们监测者的发起的目的说，好，我们送的就是一道年菜你也当就迄个所在值班的时候，看你咱每一班的值班的地方，我们就是加温以后，有一些就是蔬菜也好啦，火锅料也好，你这个热腾腾的热腾腾的一个年菜啦咱们只要咱小福一路赶快所以连过年过节的时阵希望在这段时间。也让我能感受到咱们市民对您的感谢的心呢，这个心很好而且我们林董事长很年轻，这个来对于我们的警力销来提供这么好的联菜，我想我们在马上寒流又会来了除夕开始又开始湿冷了所以我们同仁在过年期间值班吃到这么好的这个年菜，会感觉很窝心。我非常感谢各位。关键的活动包括消防局长李明峰，以及警察局第4甲第6分局的副局长，嘛拢亲自到场，并且颁发感谢状，感谢议员甲美德兴的代表。而美德兴公司的代表林小燕当时现场嘛有祝所有的警消同仁新年快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过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任内设定高达5.6亿的弱智能力物流中心，以及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出席动土开工以后，已经让台南弱智农产加工甲能力物流中心成为全国第一座由地方政府规划兴建的成功案例。但经过公告招商，由草县物产国际取得营运权，
日前伫市场有位条见证，由副局长李建宇甲该公司董事长黄正瑞代表正式签约，期待接到政府甲民间协力，提升公共建设的服务品质甲经营效率。我们品质比较好，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销售期比较短，那这个水果的外贸看起来很多消费者都是外贸协会，他看第一眼看到你这不好，他就不买就滞销就会到时候下一季的订单就没有。因此非常谢谢我们农粮署中央拨了将近6.5亿的经费，配合我们台南市，我们来赶快新建这个冷链物产中心，也感谢超鲜的团队结合了最强的在地的一个这个物流业者以及这个冷冻业者做好这个我们物流中心。那将来我们希望说，现在的工程进度已经60%了那将来我们希望最晚明年的春天的时候1月份的可以做。正式签约以后，希望未来经过农产加工甲冷链物流中心以后的成果，一档的处理量会当一步一步提升到8500吨，提升台南农产的国际竞争力。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侨爱国小合唱团优美的歌声为新展拉开序幕。即日起到4月7号，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八德馆推出新展外挂学校，邀请海内外22组艺术家，把美术馆当作一所临时学校。不仅有作品展览，还推出了驻点工作室、与学校合作的工作坊、剧场、讲座、导览计划等一系列活动，要翻转大家对美术馆的想象。桃园市立美术馆代理馆长也介绍了其中几项特色活动与作品。我们也邀请到了3位的这个艺术家来做驻点的创作，那包括有这个金城一茜、卢建明老师，还有我们的彭雅伦老师。那他们的现地创作呢，其实也会开放给民众一同的参与。那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会在下一次我们的这个青埔开馆展的这个平行展宜居城市当中来做作品的呈现。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小社会。那它是由林义君老师呢，他把这个整个展场呢像一个游戏场一样，那小朋友们他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些组装，还有这个图画，那来创造小朋友他们自己对于艺术的一个创造力。那另外的话，美术馆的小旅行，那贾倩茹老师呢，他很有趣的把这个美术馆周边的一些环境呢，把它收纳到我们的置物柜里面，所以你打开置物柜会看到许多不同的城市空间的一个想象。有别于单纯到馆内欣赏与参与艺术作品，这档展览更强调以多元参与的方式，邀请大小朋友们来共同创作，打造美术馆成为开放的教育学习空间，就像是一所艺术实验学校。而共创的成果也将会和下一档展览联动，为即将在4月开幕的峨眉馆青埔本馆做暖身，也让共创成果更别具意义。我们知道美术馆其实过去都是会用不同的媒材，用图像的方式呈现给小朋友。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展场的一个形式呢，转化成一个临时的学校，我们把它叫做外挂学校。那外挂学校，我们知道外挂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呢附加它不同的功能。也因此呢，我们这一次把这个展场化身为一个临时的艺术学校，包括有这个文化多元的这个议题，以及这个跨世代的这个创龄的行动议题的课程以及工作坊，大家可以在这边学习、想象、创作、共创。那希望呢，这个临时学校呢，让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刚好提到一些创龄的课题，也让银发族可以共同的来参与。那接下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前导的一个展览呢，能够回馈到我们未来4月份青埔跟八德的这个探险未来的一个展览
一起来进行。而美馆表示，目前1、2月份的活动和报名网址都已经公告在桃园市立美术馆的脸书粉专上，馆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上网来报名，带着小朋友跟着艺术家，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认识家乡与社会，让学习大开眼界。记者林婷台报道。一个今年串起的新兴名词，同时也是全球国家到企业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遵守的核心目标。简单说明，就是减少人为制造或是排放的废弃物，透过绿色再生能源、循环转型再利用，抵消所制造出来的碳排放量，最大化完成作业效能，降低因为温室效应所引发的全球剧烈气候变迁，造成世界环境的重大改变和影响。我们在针对整个工厂，然后它可能会产生的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来做计算。那我们可以从它厂内有直接的一个排放，我举例好了，例如说它可能有使用柴油发电机，那它有用到柴油，那我们要算出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多少。那餐厅它有使用到天然气，那就要去计算天然气它的排放量是多少。有新的政策，不管是对地方或者是对整个我们的环境的影响，我都有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加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在开课，那我也期待说可以透过课程的认识，然后课程的一些检验，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对于环境这一块，尤其空污这一块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国际 IPCC 研究上面呢，只做减碳的话，其实很难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所以这时候应该要发展负碳排技术。那负碳排技术有哪些呢？其实包括绿碳，就是包括森林的碳汇，还有黄碳就是土壤的碳汇，另外还有蓝碳就是属于海洋的碳汇。所以高雄是一个海洋城市、海洋首都，非常有这样的前瞻性跟远景，可以来发展海洋蓝碳，才有办法达到负碳排，走向净零城市的目标。为了达到2050年全球净零碳排目标，也为了加速提升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台湾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不动了起来。112年8月成立台湾碳权教育所，紧接着在11月初首创实体化净零学院，陆续启动安排相关课程，让产官学各界精英交流讨论，培植净零人才，对服务岛服务高雄传统产业转型也将会有莫大的帮助。我们也都要去各个的演讲，还有一些上课也都需要去收集一些资料。其实我们也对自己也有做简单的评估。那因为我们是属于通路，还没有用到重电，我们算间接第2阶段会比较影响的产业。那当然我们也有出口，也有三角贸易。那如果有出口到欧美的部分，也会对我们蛮大影响。也是希望从整个产业链，那钢厂然后来带头，然后政府也给我们一些投资的优惠，然后让我们去提升自己，然后钢厂带着我们一起做整个供应链的转型。了解到就是这些产业的困难点，对于碳排啦、碳足迹的一个演算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盘点作业，他们可以在透过课程去知道说，目前我们可能哪些是需要盘点，哪些不需要，或者是可以产生合意的，那或者是它的困难点在哪里，把它说明清楚。我想这都是我们地方，其实我觉得环保要由地方做起那所以环保局这边也尽起了一定的责任在课程的开课，收集了相当的意见，然后进而把这些资料跟意见汇整完以后，我想再进一步就要往中央。身为台湾第1大工业城市的高雄，虽然肩负经济发展重任，但也无可避免的背负了全台碳排放量比名列前茅的宿命。除了国营企业等指标型用电大户必须以身作则，发挥影响力外，进而将能源和产业转型以大带小分享减碳技术给中下游厂，让中小型企业有正确方向来依归，让减碳脚步齐肩并行，共同面对国际市场新形态净零碳排的挑战。对制造业来说，尤其出口型的制造，一些客户跟厂家他们也讲，他们要投资这一块，其实也是焦头烂额摸了一些啦，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成本负担会很大，所以其实一般在评估，然后一边在评估，然后一边又要下很大的决心去做一些投资，这一块都还在两难。
都还在两难的困境。但希望政府带头，然后针对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然后由他们来制定一些标准，让大家有所依循。进行各项的这个碳汇或者碳权的取得，都会有成本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台湾是一个出口贸易的国家，许多工业，包括比如说高雄很著名的螺丝业，必须把这些产品外销到欧美的时候，那欧洲 CBAM 他们就会课相关的碳税，那这些都是所有的企业必须面临的课题。那企业不知道是说，那它的减碳措施、它的固碳的方法到底符不符合国际的标准跟要求，这是企业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政府可以在这上面来协助企业进行碳盘查，未来呢跟国际碳权的交易进行接轨，才有办法让产品销到全世界。很多产业其实在现阶段，对于碳排、碳足迹或者是碳汇等等之类的，它其实还有很多模糊的地带，因为连国际组织他们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其实这可能还要再走一段时间。那我想，高雄市既然已经有第一步，就是第一个那个自治条例的成立哦，那有需要也有必要在借由课程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跟各个厂商业者，不管是食品或石化或钢铁，其实可以透过课程去收集一些意见。钢铁业者指出，有些仰赖进口贸易的国家，虽然目前还看不到对所进商品碳排标准的行政要求，但也总是要有备无患，依照政府标准来循序渐进。另外，国际碳关税也将逐步加强实施审查。业者期盼政府在规划因应政策面上，应该强化民间业界宣导，提供必要性的转型协助，提前布局，让台湾产业的软硬实力不只在国际间发光发热，也是这场近零碳排竞赛中夺得领先优胜的关键。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3只黑色的羊同时出现在高雄凤山高速公路的涵洞边坡横梁，不过这个地方竟然有羊出没，奇特的画面吸引民众目光。3只黑羊趴着慵懒的晒日光浴，但是不仔细看可能会以为是装置艺术。高速公路旁出现黑羊，画面实在太不协调，让不少网友第一眼看直觉像是装置艺术。不过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真正的黑羊，是附近寺庙的老公主饲养。一开始还有10多只，有时更成了附近民众与学生的小型动物园。老的那个公主拿来养的嘛，以前这边有野狗嘛，以前啊都被狗咬伤啊，就死掉，剩下3只。现在剩下3只啊。都是给附近的小朋友、阿嬷、带孙子来看的，来教小孩子看羊这样而已啊。原本的羊群逐渐老去死亡，现在只剩下3只，每天在高速公路旁悠哉的生活，白天还能在国道旁的草地吃草，冬天公庙还会喂食剩菜。平时之所以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有时是为了躲避野狗攻击。那晚上还跑去上面，他说怕野狗进去咬他，他爬到上面了，不然的话他都在下面吃草。因为其实山羊它的习性就是会有这种登高的习性，那其实山羊它们在60度的陡坡都可以非常的轻松就一蹬就蹬上去。那它们其实在高处的话，它们其实就可以躲避天敌之外，那它们也习惯说站在高处在那边做个休息。在繁华的都市里，能够看到活生生的羊，让不少城市乡巴佬感到惊讶，也难免会误会，以为是装置艺术。现在透过网友热烈讨论，也让原本凤山在地人才知道的特殊风景，一下子广为流传。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新北市武器公园位于新北市军人钟灵祠旁，依山而建的钟灵祠纪念亡故军人及荣民先烈。为推广公墓公园化，新北市政府特别与国防部合作建立武器公园，将原军人公墓打造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武器公园之一。园区内的各式武器曾参与保家卫国的安全，长达数十年之久。如今不仅赋予除役武器新使命，也为民众增加休憩的园地。因为其实过去这个地方就有新北市钟灵祠的一个设置，那钟灵祠顾名思义就是让一些过去为我们国家骁勇善战的先贤先烈，他们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到这边受到后世的人的敬拜。
当地里长张志远表示，原本公墓属于当地居民较为抗拒的设施，希望透过这些退役武器来将公墓设施公园化，提高民众来此参访的意愿，也为当地增加一个观光景点。园区内展示了陆海空三军等各式16件兵器，规模可说是全台最大，门内也非常齐全，包括飞弹、战机、战车，甚至连军舰上的巨型舰炮都可以在园区内近距离观赏。那因为其实钟灵祠某方面在过去的思维底下，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灵璧设施。那为了让它可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经过参拜，亦或者是它旁边其实也是树林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同山的芒草的其中一条登山路径之一。所以说新北市政府特别在这边设置一个武器公园，那里面有16项的海陆空过去的一些武器退役过后就直接拿过来做一些使用。张志远也提到，未来配合捷运万大树林线开发，临近捷运三角埔站将可以带来更多人潮。武器公园除了有大规模的军武展示以外，更是通往树林大同山的登山步道之一。那接下来配合着我们万大树林线的一个开通，在三角埔站下车之后，其实走路5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一个武器公园，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也会成为一个捷运万大树林站周边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在武器公园之后，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同山山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秋冬的一个芒草季节，它芒草盛开的时候，其实非常适合来这边踏青取景。新北市武器公园独特结合钟灵祠，展现丰富的军事历史，将退役武器打造成景观，吸引民众参访，提升公墓设施的社区接受度，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参观，成为树林区的观光亮点。未来随着捷运万大树林线开发，预计会吸引更多游客，为地方带来活力。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